俺这个真的，今天大哥的准备你教学，你骨头病吓死呀！的，真的。跑车去讨厌买吧，那骨头病是个的，干巴说啊，真的。俺弄年票的追溯的年骨头病是了，你靠个是病呀？好了，你打的不错啊，哈哈。哎呦，这真的，同人的年了是心不休息。求什么？谁拉开门都带呢？啊，没那么的，俺西边绕着打工作。俺同学现在这样嘛，但俺心哪有的，没，真的。不然他给我的要求是没，登记上送给这个桥段。你嘛，俺以前就在。完了。登记俺手机刚俺上交的呢。俺开了开不上去的。别的牙齿学俺33级进去。我打开皮给原来的是给给写到了是个。没事啊，没事啊。加成。哎，给他加成，过去搬一车个，俺们上一个跑车个，过去个。跑车就上那年票的追几个人？追几个人？来钱没说干呢？大小的都上呀，上来。谢谢老大送来的跑车，谢谢老大，谢谢哥。大后面有没有大哥？一个热气球有没有加什么？过去工作热气球有没有加什么热气球？那他上来了哥。过去工作过去，加什么上一个热气球好不好？过去工作，这在那么。前面大妈说没，你的大哥挺急了吗？给他大哥去签约。那都不都比的是的，俺们现在都往我那感谢我哥送出来的跑车，感谢我永不回头哥。永不回头哥，咱们是不是当妈的没？今天我姓妈的，来哥哥什么？登记33级，刚刚俺算就一然后得把当妈的，然后算就妈的，感谢哥哥，谢谢哥。你哥看把酒的这个哥用个这个我呢，但是多我呢。他给他大哥上楼呀。我看把电视人的宇宙。他把酒的这个哥哥对我多啊，我呢也不这么多的。哥，俺咋这个关键拉开门都，估计绕不起的。俺骨头别说多啊，我呢，俺骨头你的别个朋友的。家人们过去个，俺们当俺小说。那有事啥？啊，好的哥。哥，咱没算了，打不过。那我哥走了。那我哥走了。他走了前呢，买时间票追图没动啊，俺等着大哥没，对吧？没事呀。你做什么惩罚呀？说吧的。那这一把不用做了没？觉得大哥的，我那下次拧着，干嘛要这样？我咋了？哈哈，俺骨头比较大。就马鸡蛋面么？那俺们嘴巴干工作，同学才能么？真的。那个。对不了哥，是这。我的大哥飞机给他你骨头病。我就是要嘛的，但有什么了？他飞机没了。我登记33级的动物的票有嘛的？你这下次。叫啊！俺们之前那个鸟怕叫。等俺下班去问他，俺是你去整俺不难过。啊！我明天要5点起床。别的任务过有出没？不过我没过，但是过去个，让记他老大求你了，过去个，我的47哥哥，我们哥了登记他47下哥，真的，过去个，再嘛个老大没有俺入早做一个，没入早做了的，我的47哥哥过去个，谢谢送来的小星星哥，感谢我老大送来的哇，谢谢老大。我哥的47大哥，俺们入早做的哥，真的，我哥了登记他47下过去，今天晚上帮我过一点点任务好不好？老大求你了，求你了，哥哥求你了，哥求你了，哥求你了，过去老大，我的大哥有实力人，真的，哥过去老大再没等给俺入早这个，求你了老大，过去掏钱了老大，的好看，买足够小，你大哥关注没掉，哥好久不见呀，掏钱了上来的热气球，掏钱了。我觉得你大哥好有实力。感谢哥送来的飞机。
谢谢老大，估计帮我过一点点任务好不好？老大求你了个，估计，老大求你了，等我俺困着儿子，估计没有俺娃一会儿时间，没通知些多，提了个的飞机就到啥就通知起个真的，听俺个人老过下，估计，我差时间，哇，5000票个，俺5000票让起让我去打电俺钱不花个，我的40个估计，跟俺5000票让起让我去打个，等俺让我等俺任务过是个5000票，就5000票估计可以吗？哥，求你了，老大，现在加成，估计现在加成帮我过个加成，2个小星星，估计加了吗？2个小星星，帮我们过一下2个小星星加了吗？2个小星星，估计2个小星星有没有？还差1个小星星，还差1个小星星，估计加了吗？差1个小星星，差1个小星星。差1个小星星，估计5000票，让我知道我的帮一个是估计我40的老大，求你了哥，求你了哥，估计俺哥让我这特钱那老大真的上次也帮过我很多个，但这里俺户口头这个让那个些光大哥，估计没有俺通知好几个，没有俺通知钱的啥什么大哥的跑车的几件什么呀？其实大哥飞机人给的啥？娘们，这个大哥有实力的，知道吗妹？人家知道吗？哥那么登记的40到了，真的哇塞！上次我这里在的时候38对吧哥？是不是呀哥？登记40桥下，我这牛逼呀哥，牛逼！真的，很大的实力呀，真的哥。哥的实力现在都几次没？对呀，有的实力现在有的给。哥俺飞机就说的，他跟他们俺也任务过，我们都没不要这样说呀，真的。我也不大哥的实力是最说那你呀，5000票就可多挣了呀。5000票可多挣，几个这个等一下加。挣了，现在挣嘛。个这公交挣个这个。现在挣嘛。老大。现在挣嘛。我们看一下有多大的实力，我的还拍个视频呀，来挣嘛。这边拍节目我倒没看3秒不得白么？现在哥估计加成5000票上去啊！谢谢老大上来的1号，哇！谢谢老大，我去啊！谢谢老大，哥俺医药费是的哥。谢谢老大，谢谢老大，他在呢。我这个大哥不会给医药费啊，不好意思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妹妹啊，这个不好意思、啊。没事，真的不给，真的对吧，老大？我真的太拉了，哥，俺当工的、投工的任务，等给你们我就俺哥了，在这个在前面。他在那老大，他在那真的，俺们在俺不钻石的练吧，历史的是真的，民族钻石的练的练呢，刚来考教都是一个钻石的练吧，钻石的练了，看来刚来西南多个真的。아마 고등학교야. 고등학교 비 말다 미kan karsa.个人个啥那没有古董比古老算呢，对吧？谢谢我老大，俺们哥哥16000肉不切是俺们，但医药费是真的要去厕所。他现在老大真的俺们我太拉了，这真的我们或者。뭐라고 내가 또 그런 차이니. 买的起码这个古董比那边的这钱呢，好买着去个大哥。俺们谢谢我老大帮一个掏钱的老大，我去大哥给16000上不了，哎，哇16000呢，7、8、9、10，俺们牛逼啊！我老大真的。掏钱拿老大，我了啥？好的，哥哥，掏钱拿老大，掏钱拿哥哥，掏钱拿老大，掏钱拿哥哥，掏钱拿老大。大哥给了，起码的。大任务过了吧？大任务差不多过了，差不多是那4000票，但没事。俺的哥了东巴库热着了，别叫我打人呢。那我走了啊。呀，你睡吧。哎呦，真的！你今天还要摸清楚你是大小姐。네 저기 캐나는 요아디다 제 작다네 찾아니. 그게 저라고 다 샤보치 겨왕한 큐스니. 나면 얼었다마. 아스게 하도 晚上几点播呀？兄弟。
再见吧。马达那就马达，其他推其他呀，这上班人年岁过的上班，人长大的给人家不的。我这寻出干吧。我看不掉那看不掉，所以当妈妈的时候，这人家睡觉。我这说年大，我这前年大个啥？我第前年是一毛毛啥的，搞不清楚都给同都给着我这学的。一给某某的，一某某昨天晚上，你知道吗？没，我是那，我这是么的拍马的。生面给直播间那给咱这么学。生面给直播间那。马达，台上做戏都台上做的时候，我看做不行，我就线上那里给我嘛人当嘛的。其他看的写多，我对我看的成年人写个云当嘛的。哟兄弟，俺广大播球的打个英文的下播青年营再见。看来我兄弟多听哟，拜拜。来给，来，鼓掌。公鸡3分多少钱的？呀，你什么难笑？你都把班底笑。说的不，你班底笑，咱看天下。俺的小水班这个是人家小水你领的。我这是土了。小水谁呀？班底出嘛的，天天笑的。好的。那班主的星期8啥的么了呀？哦，有嘛，下一年。哎，俺啥说？那你票是没得，Kiki 啥说？哪个人？开播就他打这个你。票是没得，这小帅。票嘛的那 Kiki 啥说？我不是听着我腿毛耶。哎，这知道吗？这你家开那路的，这个等过来。这看怎么去叫我去吧，爷的。妈这都这嘛了。那俺天天是他不都是叫，那你查查那路你那个都晓得吧？那给给，哎，啊，那天天干的去的。可是我这看着这个。小说对的，没天那个这个。小帅是我听到这你下播上那直播间里面我下不了不？下播期间看过去。我都下播了，过大播呢，然后平时是新闻。好的，拜拜 Kiki。拜拜。没其他呀，我这是知道吧？就是免费这种吧，我就讲嘛，这个都。我不太清楚。这个 YYS。大英的兄弟们。我发现我从那 gas 小哥关注这个呀，他开了，你妈拉啥开了？来，趁我确诊是咋样的？来，之前做快点。我要弄了干嘛？工作那这边工作房注册的，俺就是拿啥就去了去。能够接家各家虽然的钱的，俺从没关注多少钱的，从没俺关注是多少钱的，那没什么个各家看得起的，从没俺关注是多少钱的，大家关注那这说明什么的钱的那没。帮其实我帮俺这是没掌握的来的，但用家俺关注出去叫的帮，用家俺关注出去叫的帮，用家关注出去叫的帮。把取消其他次叫的怕起来的噻，都那个记着帮。把取消其次叫的加来的噻。关注做一下，关注，求你们了，关注做一下好不好？对呀，这关注就是这嘛，必须取消着，他这门口也有取消着的，哎，这都是不是日记没的。我也没被取消了。有人不做的，个这么卡喽，别没的，也就是日记也接出去，这么取消着，这门口也有做的。那吃法做这门口也有做的，从我觉得吃法做这一就做，这就当然做啥子了，确实的兄弟们也不说的，这气死的，没这都确实的看不得呀的。现在我觉得等一下，这个就让我关注没觉得那么日记没里边做，你也去你，可是这这个路费做的，我也金干做的。就让我做偏多的个说把几兆你们里子开些，
对，发誓弄了，你们就关注一下公，你们就不给我关注的话就。这儿可多个没装包要自己装。这也那上用完了，第三家店没得么个，等俺拉装包人的，我呢。我把所有没得电脑也看出这些公爸妈做设计的呀，他们你呀，不然那把叫了的，他们你那个店嘞，公爸妈做设计的呀，让叫小做的没，大个那这分身那这让叫小做的给他呢，看些地气没公爸妈做设计。关注家人们一起关注，感谢关注，谢谢关注完全走下。叫了的兄弟们，这把这把没人做的哥们，看了人嘛过去这叫了的，这路边做，哎呀。这地公爸妈操，这做个的。别那个拉关注，不然那个看不到那个弄也发誓的，有什么意思呀？哎呀！关注走一下，关注。俺们不几个怕这这么不几接着的，怕么不几个么？把这的先结婚的加起加的嘞。关注完全走，关注完全。关注。永远。关注完全走，谢谢。哎呀，大嘞！关注完全走，快点。对，叫了的，他大陆把起小子，吃脚的，他吃脚的，俺身边长个也啷一帮。我以前俺把脚有，叫俺光头吃脚去的，俺下坡时候操的把脚就身边长个热的呢，看些地头下面那吃脚去的。我这应该叫了的，下里面帮吃人就没啥嘛不进我的嘞，老妈人没谁的，来谁就叫了的来个。哎呀，快点干什么？等一下，我先退下，你拉一下我。就是。我先退下，你那先老啊事，干嘛呀的？顶起来搞的这就下才行啊。然后大来早上把几一个人没个哪几人没个俺让大个俺让个人的人，快点！哎呀，那赔礼鞋擦了的。么嘞？啊，那赔礼鞋菜。啊，叫人不你拿。哦呀，嘛工作帮助要的。那你这点你拿么上你怎么着没？哦呀，天人。这你。那把做嘛的事情？那，叫人不来的。去。那来的了。哼，哪知道？我没看到，我刚刚拉出来的干什么？我拉把给要种子的，对吧？猪的这个，他拉把做么个？咋了嘛？做事个，呸！他妈这样的叫做什么做事个？得快点做，得过去的去。哎呦，他叫什么？俺说那么门子他这看不到。那把做么个是咋了嘛？他可以吧，兄弟们，他可以的话，他妈天猫谁叫兄弟们？俺那个这他可以的吧，兄弟们，猪天猫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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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讲，天猫谁叫兄弟们，猪天猫谁叫？兄弟们，全部人听了，天猫谁叫？叫了，他这里也不走，那么你个可以，这样的话可以，你们那是可以，你们两个穿吧。大小我打不够是吧？啊，叫你们要报出来干什么？没有报出的话，中间开好早就记得，最后他报出来嘛，从叫人不必须没的。可以。最后一个他报出来就没的，叫人你早那来都那个就起来嘛。俺聪明弱瓜走了，你太个你我。哎，叫你胖说那对呀，中间开好人啊，弄关就没的。平时在的确实不。哎呀，来直接的。俺给猪嘎嘎，平时在的俺。